第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最佳男主角，普通朋友少林足球周星馳。容許我嚴肅少少講幾句説話啦嚇。攞到唔係我都要講噶啦，因為第一次啊嘛。攞呢個獎咧，我想多謝有啲人嘅。首先就係已故嘅李小龍先生，因為當其時我非常之咁迷戀佢嘅電影，然之後立志想成為一個演員。波唔係咁射嘅。腰馬合一咧，喺我心目中浩氣長存嘅已故偉大武術家李小龍先生已經解釋過㗎啦。喂，你把握雞又會好噃，跛幾都可以練功夫㗎喎。跛咩啊跛？跛你老母啊！跛你老母啊！重出重圍，痛了一回，再走一回，紅塵已經無路可退。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行會有咩分別啊？總不該對生命後悔。冷風吹，吹不熄野火一堆。我應承個師傅唔打交，我打呢度應該，唔打呢度邊啊！自不可睡，向下空心，風裡醉，苦酒喝下千杯，不需要人陪。我嚟打交，我嚟踢波嘅。只會充滿怨懟。我頂你個！無所謂，撥開心中一切防衛，離開了沉睡，品嘗心中一切枯萎，再想渴望你飛。好一隻奪命香味，少林派嘅大力金剛腿，功夫真係可以用嚟踢波。功夫踢波有得諗咩？就得啦！我終於諗到條絕橋，可以將少林武功更加發揚光大嘅，就係踢波。唔生我。李先生早晨，喂，星哥早晨，咁林健有乜好路數啊？介紹個猛人你認識，呢位係，我請你食碗冷斬麵再傾啦。我試下咪得咯，我再同你食冷斬麵。呢位就係我老師睇嘅黑風水上標，呢位係著名足球教練鋒哥。點解我老豆唔係李家賢？點解我生得咁靚？你哋兩個更肉酸，冇甩頭髮，點解要使我成串？而我細個時同你個老坑逼住你咩爛鬼武功，練到依家喺呢度，都死！我都唔使做啊，係咪想臭啊？呢度翻嚟再臭，俾你用乜奶乾淨佢啊！品嘗心中一切枯萎，再想渴望你飛。人生難免會有忍不住的淚，淚乾後不可以感覺到淚。第一屆嘅傑出青年導演獎得獎者嚇，周星馳，少林足球。